镯子山熏鸡制作技艺是继承中国传统的熟制品加工方法，经过再创造提升而成的熟鸡制作工艺。上世纪30年代创制以来，传承至今已有近100年历史。镯子山熏鸡制作技艺继承了我国传统的烹饪方法，能够再现和展示熏制技艺这个古老而又别具一格的食品加工工艺，为佐证中国烹饪史上食品熏制技艺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现实依据，是中国饮食文化多样化的极好证明，对于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烹饪艺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956年，在全国熟制品博览会上，与德州扒鸡、道口烧鸡并获中国3鸡的美称。色香味形俱佳，从而脍炙人口的品质，在满足广大群众需求的同时，也为我国饮食文化中绚丽多姿的烹饪艺术涂抹了一笔重彩。中国3鸡之一的美誉，更使镯子山熏鸡的制作技艺成为我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镯子山熏鸡制作技艺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传统食品熏制技术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镯子山熏鸡制作技艺是上世纪30年代由创始人李真在祖传卤鸡制作的基础上创制，起初为个体小规模生产经营。新中国成立后，公司合营并入镯子县食品公司，熏鸡车间继续采用李家制作工艺，同时其配料秘方及制作工艺流程也公之于众。镯子山熏鸡的制作工艺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从选材、造型、卤煮、熏制都有其独到之处。镯子山熏鸡原料是选用4斤以上的边鸡，经宰杀、褪毛、清糖2次清洗、编制定型，然后放入池中，经过8至15小时冷水浸泡，以达到去除血水的效果，并作为最后一次清洗。之后进入卤煮制作工序。卤煮工序是决定熏鸡口味的重要环节，通常要经过入锅初煮、2次打沫，急火烧开之后，放入由30多种调味料和中草药组成的配料沙包，用铁篦子压住，以使全部进入汤中。急火煮至几分钟后，改用慢火焖煮4小时左右，然后接起铁篦子，将鸡翻身，在焖煮半小时后捞出烧控汤汁，即可进入熏制工序。煮制时口味的咸淡轻重，全靠有经验的师傅根据对汤汁的品尝，然后决定配料的加减。其产品镯子山熏鸡以其严格的传统制作工艺和优良的品质、鲜香的口味，深受各族人民群众喜爱。